情绪热恋。哦，热恋是。啊，那情绪嘛，就是咱的心情嘛。对对对对啊，你去用勒索，热恋迄勒嗯，就是台语的啰嗦。哦，一直讲。你一直讲，一直讲，拢一直在念嘿嘿念到尾就敢若亲像勒索共款。阿雄，我这边吼讲法较直接啦，是就是感情绑票。哦，你这真正有影真正。我就是为感情这个方面落手。哦，啊，讲到尾就是爱甲你所有遐价值的物件，你的感情啊，是你的观感、观念，拢啊绑来我这边。以前伫新闻内底，新闻就是用感情绑哦，我听过新闻安尼讲就对啊。啊，伫咧讲台语的时阵哦，情绪情绪就袂晓讲情绪，哦，较直接讲感情。感情感情较直观。情绪勒索其实就是一种会利用人的安那，会惊吓。嗯啊，你感觉你有义务，啊，你有罪恶感，啊，伫啥？伫这关系内底，什么关系？比如讲亲子关系、翁仔某的关系，啊是头家对新娘的关系，去安那？去用这种情分去甲人刁难啦。哦。好，啊，所以咱做出来吼，迄个因为拄则讲的有无？感情绑票，大家较接听过，所以做出来哇，嘛是差不多74.3%的人选。